好似嗰啲洗腦課程啦。你而家畫走呢個視頻你就後悔啦，你知唔知咩係砰砰砰？毛毛球點樣一條財路俾你哋？你哋只要跟住做，月入8萬不是夢。你了解咗呢個砰砰砰 theory 之後，你就可以月入8萬噶啦。你係咪好想知砰砰砰 theory 呢？嚟啦，即刻報我嘅線上課程，1對1教授，不得了！只要進入毛毛球嘅秘密房間，個個人即刻 raise 咗一個諗法出嚟。咩砰砰砰？我想知啊！我想知咩砰砰砰？砰砰砰呢個字係好吊詭嘅東西。我覺得你哋需要試下，你哋只需呼吸，唔使講，你哋只要發出一個砰，跟住咧心靈碰撞咗，回應你嘅砰，然後非常之激動，用好宏偉嘅聲音，跟住砰砰砰嘅意志就靠你哋去延續落去。毛毛球嘅未來就靠你哋，係咪覺得可以俾錢毛毛球真？好啦，就咁啦。